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台头先就来报连载。日本前首相要带团来台湾悼念李登辉，也会会见总统蔡英文，全部行程拢未接触到民众。台中市汉药有盐的中毒风波，地方法院也甲开药的医生馆负责人、甲药品厂商负责人受押禁见。黎巴嫩首都发生爆炸，到今已经是第3天，目前大约有137人死亡，5000人受伤。前总统李登辉别逝了后，外国真侪大官也拢想要来到台湾，甲李登辉悼念。日本的议员就宣布讲要组团访问台湾，会由前首相森喜朗来做访问团的代表。这座行程也会会见总统蔡英文。也若讲到防疫部分，唔拿爱护检验报告以外，而且全部行程拢未接触到民众。前总统李登辉过身，组织代表处初3到初7设追思的会场，来悼念的人数已经超过4000人。初7下晡，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嘛亲身去追思。李登辉甲日本的关系真好，由下党派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困谈会，嘛头先宣布初9要组调本团来台湾，由前首相森喜朗来做代表。外交部我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与欢迎。这次由日本森喜朗前首相率领跨党派的国会议员团前来吊唁，这也彰显了日本对我国的坚定友好，以及台湾跟日本两国的紧密友好关系。日本调文团的成员是由甲李登辉有真侪年交情的前首相森喜朗来代表，日华坤会长、前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郭岳贵司、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众议员眼幸福等等12个人因应防疫，日本访问团采取专机东港来回团进团出的方式，而且必须要提供坐飞机前1天至2天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无症状才会当入境。抵达后必须与他人保持这个社交距离，还有全程戴口罩。那专人专车全程接送参加这个追思典礼。并于当日出境啊，这个大概是等于是他是虽然是他免除了这个居家检疫措施，但是他全程事实上是团进团出。曾经上表示，日本访问团必须在东港入境，所以入境时阵无需要采检。甲所落来美国卫生部长的访问团无共，根据了解，访问团初9早起到松山机场了后，第2只专车去台北宾馆悼念，了后会去拜会蔡总统，规个过程甲民众袂有接触。指挥中心嘛表示。所落来，若是有这种东港来回访问团，买照这款的外交方式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今日开始配合中央政府的规范，宣布民众若出入公共场所，拢爱挂嘴罨，要1礼拜的宽度期，日后若准违规，会甲民众罚钱。另外，北港朝天宫妈祖庙也规定信徒要入去参拜，就爱挂嘴罨。若针对着嘴罨要买的问题，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若准国内嘴罨的供应量有受影响，也会建议中央政府甲外销的嘴罨做一个调整。因应中央的政策，台北市府初6宣布，民众出入公有菜市等等的公共场所，都要挂嘴罨，有1礼拜的宽度期，了后就会依法裁罚。嘴罨需求量增加，初7透早信义区嘴罨贩卖机头前出现排队买嘴罨的民众。看到今天真的很多人在排队，觉得应该要囤积一些货量。后来发现，好像排队的人潮又回来了。24小时可以买的口罩自动贩卖机，但是比较方便。即马嘴罨贩卖机佫开始有生理啊！台北市府为15开始，会甲6台嘴罨贩卖机刷去捷运站试卖。另外，公有场所嘛减少会当入来的人数。台北市东部园的室内馆，初6开始用每10分钟入来100个人的方式来管控。初10开始，市立运动中心会限制100个人入场。健身器材采用让时间的方式使用。也若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劝导民众出入市府爱挂嘴罨，敢会强制规定，会佫观察。市政府单位更要率先起作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要求大家来做，我们并没有处罚。针对大家佫开始抢买嘴罨，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讲，若是嘴罨有配送了无够的情形，呼吁中央把输出的嘴罨佫调到来台湾。那如果真的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会把请中央把这个对外输出的口罩会调拨回来国内市场。前一阵子有。对，大家出来就是都比较不用再戴口罩啊，我觉得基本上其实还是要戴。疫情指挥中心顶一日宣布，民众若去宗教场所、等8大公共场所，都一定要挂嘴罨。伫咧婚林北港朝天宫，庙方除了甲宣导的布条挂起来，嘛提醒信众
都要有挂喙罨才会当入去庙林拜拜。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日前有开放外国学生返来到台湾读册，说甲中国学生排除在外。伫今仔透早，就学生团体去到教育部抗议。另外，中国配偶的囝儿也无法度入来台湾，自救会下晡也去到监察院陈情，呼吁监察委员就要行使监察员要求行政单位就要照拼照行。新会要团聚。大社法口号民间自救会请监察委员斗3工，主动调查行政主管机关拒绝中国配偶囝儿，也就是人国的小明，返来台湾读册，还有团员监视违反联合国的儿童公约，因为因捌去过疫情指挥中心、行政院，还有总统府陈情，不离个说一直拢无结果。他们已经1个学期没有读到书了，那希望在这个8月份能够回来，至少要配合政府的这种检疫的工作14天之后，他可能在下一个学期才可能可以跟得上。那小明无法度来台湾，教育部前日宣布开放已经在海境外学生返来台湾，敢若排除中国学生嘛，引起外界不满，批评政治超过境外学生的就学权益。教育部作为学生和学校的主管机关，却迫于其他部会的政治考量，让渡学生和学校的权益。台湾教育谈何自主？针对这个代志，陆委会表示，7月底开放3100外的中国籍本届毕业生返来台湾，实际入境的人数敢若30人，比例无到1%，所以掌握中国学生返来台湾是为着要替因排除障碍，并不是我们有去做各种阻挠陆生回台，而是说要让他们回台，而且让他们没有障碍的情况底下回到台湾来。不过，就算顺利来台湾读册，入境的检疫费用对部分的学生来讲，算是另外一个真重的负担。根据境外生权益小组的调查发现，15天的检疫费用平均要3万块至4万5千块。目前33校也已经有4600多个符合地方卫生主管机关审核通过的这些检疫的场所我想这部分我们会依序后续继续请学校来申请。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甲防疫旅馆比起来，大学宿舍费用较低，希望各校尽量利用让出来宿舍来做境外学生入境了的检疫场所。那是中国配偶的囝儿，陆委会强调讲，因为疫情佫开始翻头团，敢会当暂缓处理，未来的分阶段开放，一定会甲这寡囡仔接回来读册。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香港伫今仔日又搁再宣布讲增加89例确诊病例，总感染人数也要到4000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晡也召开记者会，表示伫中共政府支援之下，会推出全民免费自愿检测，上紧是2礼拜后就会施行。另外，中国伫今仔日也增加37人感染。香港卫生单位初7宣布，新增加89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虽然逐港新增加确诊的人数已经连续几啊天维持伫10个以上，不过几啊个群组感染，拢有新增加确诊的人，也佫有最近佫标出外籍移工宿舍确诊的病例，疫情也是真无乐观。初步確診嗰個外傭嗰個個案，嗰幾位嗰個外傭啦，同埋有啲同事啦。香港累積確診人數要4000人，其中感染源不明的個案佔40%。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初7嘛召開記者會，宣布會擴大檢測，包括推動750萬市民攏會當做嘅全民免費自願檢測，上緊2禮拜了後會實施。我哋叫佢做一個普及嘅社區檢測，願意做嘅自願性願意做嘅市民呢，我哋都會安排俾佢做。不過，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機構無法度做大量檢測的工作，所以全民檢測會由中國3間國家級的檢測機構來負責。目前已經在香港的中山紀念公園建立火眼實驗室，會有中國志願隊60個人來香港協助檢測。也有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甲中國志願隊提出質疑，林鄭月娥呼籲市民唔通聽這個謠言。另一個呢，或者可以叫做係港版嘅火神山醫院，就係重新建嘅。我哋揾咗塊地，就喺亞博館嘅側邊。因為中國武漢肺炎疫情要繼續佇咧滾加，中國衛健委初7宣布新增加37例確診，27例本土個案當中，新疆佔26例，北京1例。北京當局表示，這個個案是大連市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另外，嘛公告講，進前是發地市場群組感染的疫情，確診的335個患者，目前已經全部攏出院啊。記者綜合報道。在咧昨透早，有中國軍機出現在咱西南部的防空識別區內，隨即互咱的空軍甲因驅離。無偌久，美國的偵察機甲反潛機也通過巴士海峽。另外，根據着英國媒體 Reuters 報道，
讲美国拍算要卖予台湾上无4架的海上卫士无人机。中华民国空军总部为台湾西南空域收入3000公尺的中共必须注意，一经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完成脱离。 根据军事的记录，7日早起8点外，有中国军机出现伫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ADIZ， 空军马上公布个距离。较合适到9点外，军事媒也记录到美国空军 RC-135侦察机通过巴士海峡。10点外，阁有 P-34反潜机经过，加上前一暗，以8C联合星作战机飞机进入巴士海峡，伫西南空域试试练了后，登去甲手立基地，看出美中双方进出这空域的频繁程度。那有关于在西南部这些情况，我们除了情况能够掌握之外那第一时间我们也做了相对应的一些必要的而且很适当的一些应处。美国展现它的意志而且外交上、军事上一个复合的手段，向北京传递明确的战略讯号。它最大用意就是要维持区域的稳定跟和平。 根据军事媒统计，7月份除了自4甲32天以外，逐天拢有美国军机通过巴士海峡，各种机型加起来，总共有152架次。台湾空军至少12摆公布距离西南空域的中国军机。另外，根据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政府拍算卖至少4架海上卫士无人机予台湾，估算加上训练甲支援等费用，总价值差不多是6亿美金，合新台票176.3亿。 传统上是美国只出售给就是北约跟非北约的盟国，所以这象征台美之间的安全的信任关系是又更深一层了。对军售案，国防部无做评论，不过学者指出，海上卫士应载防卫性飞弹，针对敌人就坡攻击发挥压制效果。过去就英国、意大利、澳洲、日本甲南韩等美国亲密朋友被运准备美国国产的无人机。 所以这项军售特别引起关注，也牵动中国的敏感神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 Microsoft 当日甲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针对着海外版本的抖音谈论要改买落来规划。美国总统 Trump 7日也签署行政命令，伫45天后就要禁止美国企业甲抖音以及着微信做生意。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日前也提出净化网络计划，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的科技产业伫美国产生影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讲电影片平台 TikTok、抖音是国安威胁。讲抖音收集的资料会当互中共得到美国人的个资，甚至有可能会当找到联邦国员甲承包商的位，进一步来勒索，或者是进行间谍行动。除了抖音以外，川普嘛对通讯软体 WeChat 微信发布同款的行政命令，而且规定45天了后，也就是9月20开始，美国的企业袂当甲抖音、还有微信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甲腾讯科技公司来进行交易，违反命令会面对制裁。TikTok is very successful. It does tremendous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ople are riveted by it. I mean, I have many friends when they saw that announcement, they're calling. I think their kids love it. They don't, because they don't get to see their kids anymore. But 而且美国微软即马当地甲字节跳动来进行抖音海外版的收购谈判，期限嘛是川普定的，伫咧9月15，而且阁毋若安尼，川普阁大嘴斗的讲，微软收购抖音的一大部分的钱应该纳入美国财政部。要担任过微软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针对这个代志，伫咧网络电管破文讲，美国强迫第时间伊来收购，而且阁爱收中浪费，这款行为互伊毋敢相信。 若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采购是以保护美国公民的运输甲美国公司的敏感信息做理由，推出清气网络的计划，阻断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嘛引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反击。许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中国企业都是无辜的，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是安全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诺登事件、维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 也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棱镜门、方程式组织梯队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美国自身浑身的污迹，还在谈什么要清洁网络联盟，这纯属荒谬可笑。 英国伦敦萨里大学的网络治安专家艾伦沃德嘛唔敢相信蓬佩奥提出来的做法，伊讲这是网络的把干法。 沃德表示，美国政府真侪年以来一直批评俄罗斯伊朗控制网络，啊，毋过即马美国人说你做同款的代志，
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中市发生焊油有重金属盐的中毒事件。台中检方伫初日暗头啊，会同卫生局去到盛东中医、甲九府中医以及着药品厂商遐所查，也甲两间诊所甲药品厂商3位负责人带回去调查，也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地方法院下晡也裁定讲，盛东的负责人卢世明、甲九府中医的洪医师以及着姓欧的药品厂商收押禁见。台中检调会同卫生局人员初日暗头啊，搜查盛东中医也位伫北区的九府中医甲上游药商，除了摕倒来相关的资料证明，盛东中医负责人卢世明、九府中医姓洪的医师甲姓欧的药商被带倒来侦问，检方申请羁押。台中地院认为3个人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被告等人的行为，除了危害病患的身体健康以外，对于易危害社会公共安全，非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审判。台中地院指出，3个人除了违反药事法内底调剂甲贩卖禁药这罪，案发了后，又有回收，也有想要摕回药包，有串证甲灭证的行为，更加危害公共安全，认为有羁押必要。而台中检方指出，两间诊所甲药商有上下游的提供货品的关系，现场也查扣相关药材，也对被害人甲员工扩大来追查。我们扣押了跟案件相关的重要的物证以及书证，那也讯问了相关的被告和证人，确定的被害人，我们也都继续的在传讯当中。而严重度影响继续扩大，九府中医也传出调剂的5部分重金属计量。动物科医师指出，伫中华有一家3个人拢食5部分调养身体，不过其中一名女性患者唔拿无倒行，倒脚神经受到损害，经过检验，体内盐含量也超过标准。它除了其他的中药成分之外，又加了铅粉。如果以10几万的 ppm 的这个来看的话，里面可能大概接近快1半左右都是用铅粉的。动物科医师讲，个案已经治疗2个月嘅，即阵神经受损也未恢复。而台中市卫生局讲，严重度并无法定的通报机制，是经过快速调查，发现5部分有重金属超过标准。截至8月初日，卫生局统计去病院检查的人有60个人，其中包含市议员、张元东一家，总共12个人。肺内底盐含量超过标准，也收到165件中药检体，影响是不是扩大，也等待进一步检验。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真也，大家开始想要买喙罨，却伫网络顶头出现讲，唔是写台湾字的中国货，假做是台湾货喙罨。原来是伫咧网络顶头有人摕别位的喙罨来假做是喙罨国家队之一的厂商，去互无名诈骗厂商也出面买货，也请民众就要注意。喙罨国家队工会的厂商恒大是国内真有名的不织布大厂。英国喙罨并不是主要的产品，不过疫情爆发了后，喙罨的需求变真济，产量大幅度增加。不过因的喙罨敢若提供批发大卖，无小卖。不过最近网络平台虾皮却出现假货，有产品顶管写恒大制造，无共色水的喙罨是真实件，而且喙罨外口还有 MIT 的字。不二个外包装煞钉大器写简体中文，引起消费者的疑虑。打电话去恒大探问，才知影讲是仿的。纸盒下面我们会有批号，如果说你不确定说那个是不是我们家的口罩的话，我可以帮你做查询。那颜色就只有绿色跟蓝色，外面有标榜说是恒大的口罩，假设不是其他颜色，那基本上应该绝对不是恒大的。媒体去采访，恒大发言人是无愿意加讲啥，强调讲，若是因为因的产品去互偷仿造，其实是无愿意受仿。不过，伊对因家己的产品是真有信心，强调讲，敢若有生产平面性的喙罨、布料、纸质甲制成，拢是1粒1。要若喙罨摸起来是较高，嘛较挺。不过目睭看是真好区别，因为外口印made in台湾，这并无困难。一般民众是真歹区分。我觉得现在比较难，因为以前好像仿冒的不多，现在仿冒的比较多。比如说要便宜一点，大概4块，可是低于4块，应该我觉得比较有点隐忧啊。虽然大厂中话色水是真济种，也佫推出各种的形体，包括迷彩、类似等等的造型，让人外缘会有 CSD 更印的字。这个商品的特色，虽然拢会当加做区别喙罨的支票，不过食药署建议讲，医疗级的喙罨是属于医疗管制的用品，要有许可的字号才会当卖。若是违法用仿的，或者是无经过核准，就制造摕来卖。违反药事法第84条甲第86条，上当会当处5年以下拘役
而且罚20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电动火车头伫今仔透早发生进站，负人人摔落去铁轨路，摔去互火车教室以外。经过监视器的调查，怀疑是天气伤过热，才戆戆徛袂在摔落去，才发生意外。一个穿粉红色衫的负人人摔落去月台，倒伫咧铁轨路顶悬，毋过真不幸，伊去互边仔列车弄着，重伤全部救倒转来。消防人员摕布袋甲人救出来，监视人员嘛挂手铃手套，伫咧铁轨路顶悬来回搜证。突然间，司机员就鸣笛，副站长转身过去，他列车已经停下来了。司机员就马上通报说有人落轨了。这件意外发生伫咧中华县电动火车头，初7早起8点18分，一个46岁姓刘的负人人，若像因为天气伤热，头昏昏、脑顿顿，无细日拄过台落去铁轨路顶悬，叫一台高雄西向后里的3118车厝的区间车弄着。警方调查，负人人是越南籍的新住民，2个月前来电动找姐姐，而且住伫咧因姐姐因兜，想袂到煞伫咧早起，向向晓得来列车伫驶的路线，转来造成意外。我们任何都不排除，我们会将调查的结果报请检察官。代替表示，代志发生的时阵，已经车顶的旅客跟换坐别个车厝的列车，事故嘛伫咧点半钟了后就处理好啊。总共有3个车厝，930个旅客受到影响。代替共款无平静的，还佫有家己的南靖站，初7早起10点08分，南靖站因为包厢时间无拄好，地势有物件落去第4个的电车线顶悬，造成车头转密停电，家己到后壁之间造成双线无通车。代替紧急抢救修理了后，10点29开放家己到后壁之间会当西线高线双向通车，一直等到下晡1点10分才修理了，包括家己到后壁顶的车头拢去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到今已经是第3天了。目前大约有137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各个救援队也陆陆续续到位协助甲救灾。法国的总统马克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也认为讲这场爆炸事件爱找受人性命国际组织来做调查。贝鲁特港口的消防安管了发生大爆炸，黎巴嫩的民众是真生气。除了暗时伫咧街仔路甲警察对徛，阁有牵催泪瓦斯甲石头的现象。而是只要有政府官员出现伫咧公开的场合，就会随互民众包围，甚至用杆仔甲牵。People are asking the French and European governments to help Lebanon, not to help the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is not working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指出，由军方主导的军事法庭已经问过港务、海关官员，甲码头维修工人拢总18个人，另外还佫有16个人去互检调收押。不过，黎巴嫩的民众真明显无信任家己的政府，颠倒是殖民时期的宗主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到当地访问的时阵，去互当地民众当作救世英雄同款微调的，甚至甲头。First message be do a proper investigation, hold those accountable for this entire mess and crisis. Let Lebanon really stand up on its feet. 马克龙伫正式的记者会顶悬提议，希望黎巴嫩政府一定要落实改革，比如中央银行要由外界进行独立的查核，确保政府袂讨这百姓纳的税，还佫有各国的捐赠。另外，国际嘛有必要介入调查这件代志。BBC 的报道讲，伫2013年运送这批硝酸铵的摩达维亚货轮，原本要为乔治亚共和国去非洲的莫桑比克，不过因为货轮故障，休伫咧贝鲁特。后来黎巴嫩阁一直袂予伊放行，落尾这只货轮去互船公司放弃放杀，2750吨的硝酸铵，就安尼一直伫咧港口的仓库，一囥都是6年外，成做这场灾厄的炸弹。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疫情的消息。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900万人，死亡人数也要到71万人以上。印度伫初7也超过200万人感染，变作是第3严重的国家。另外，美国的华盛顿大学也预测讲，到12月，美国的死亡人数会超过30万人。若准大家拢挂嘴暗，就有机会改变死亡的命运。
新冠病毒疫情要小未退，全球累计确诊已经超过1900万例，超过71万人死亡。亚洲重灾区印度，测试正做美国甲巴西了后，全球第3个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个国家，有4万1000人死亡，包括内政部长夏哈、石油部长普拉德汉，还有2个地方首长，拢确诊送病院治疗。迄那非洲大陆的疫情嘛无乐观，确诊人数超过100万，要22000人死亡。其中乌干达采取严格防疫措施，3月底出现病例了后，就随封城。5月份强制出门都要挂嘴安，所以国内目前累计确诊，敢若1200外例，5个人死亡，效果是袂歹。迄那南非是出现医护人员卡手无够的情形。The staff is not there. We have gross shortage of staff. It's chaos. It's crazy. And nurses are testing positive as well. And it's a mess. 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疫情嘛继续压悬，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超过英国，加做全球死亡人数第3多的国家，敢若比美国甲巴西较少。Quieren que reutilicemos los uniformes, que usemos de tela, que el N95 que lo lavemos y lo volvamos a reutilizar. 迄那灾情上严重的美国，目前确诊人数要490万，超过16万人不幸来过往。华盛顿大学做出惊人的预测，到今年12月初1，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恐惊会达到30万人。不过，若是民众开始愿意挂嘴安，是会当甲真侪性命阁救倒转来。This virus is everywhere. This virus is very tough. And yes, you can contract it even when you're being very, very careful and even when you're wearing a mask. But your odds are just dramatically better. 美国俄亥俄州州长迪怀恩是伫咧要去迎接总统川普来访问进前，照停书先接受采检的时阵，所发现检测的结果是阳性，也若甲川普的会面嘛就要取消啊。伊表示，伊今年已经73岁，家己拢伫咧农场做事，甲厝内的人抑有工作人员嘛拢有保持距离，唔知影是安怎家己会去画着。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欧洲的国家比利时，因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第1礼拜以来，就增加1半较多感染者，甚至有一间上界大间的猪肉工厂发生群聚感染。这工厂内面的员工拢是来自欧洲各地头，一声当地政府也开始施行宵禁，连英国、德国甲芬兰也拢甲比利时列做边境隔离名单。 Semaine passée, 535 personnes ont été infectées en moyenne par jour. La semaine précédente, ce chiffre s'élevait à 338. Au total, 3748 nouveaux cas ont été enregistrés en 7 jours, ce qui montre une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infections de 58%. 比利时的新冠病毒疫情严重，过去7天感染人数比例增加超过50%。伫当前加护病房的患者人数，伫1个月以来增加1倍。互政府伫疫情上严重的城市安特卫普设置检疫中心，一天上侪会当检验4000人。各位顶个月2月开始，伫安特卫普实施宵禁，毋望减少病毒的传染。但同时，伫斯塔登佮别处有低的屠宰场出现了员工的群聚感染，超过200个人必须要隔离至少1礼拜。Il faut savoir qu'en totalité, on travaille ici avec 850 personnes et la seule unité de production dans laquelle on a eu des cas positifs, c'était la salle de découpe où alors il y a 225 personnes qui y travaillent. 因为这间屠宰场是欧洲上大的猪肉生产公司之一，真侪员工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为了防止疫情，目前英国甲芬兰拢甲比利时放入边境隔离的名单，只有比利时留有历史的游客入境进前拢要隔离检疫14天。李德高是甲比利时疫情上严重的安特卫普看作是留有红色警戒名单，要求捌甲这个所在游客进入德国的时阵要隔离14天。另外，除了比利时、英国嘛甲安道尔甲巴哈马放入边境的隔离名单，若是违反规定，上悬会当罚1000英镑；违反伤侪假的人，上悬会罚5000英镑，差不多台票197000块。记者来同整理报道。伫咧国际之间的武汉肺炎疫苗，大家拢嘛正拼命伫咧做研发。目前已经出现6种候选疫苗，要进入到第3期的临床测验。美国总统川普是认为讲，伫年底大选进前会有好成绩出来。世界卫生组织也呼吁各国都要互相分享，对大家拢有帮助。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接受政府资助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无久进前对少数志愿者进行低剂量疫苗的人体实验，无发现不良副作用。进前扩大为包含75岁以上老大人在内，规模300人的早期实验。参加者菲利普进前已经注射疫苗第2剂了。
I've just been told that it is. I am receiving the vaccine. There's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at the start that received the vaccine to be checked on any reactions, effects. But as far as I'm aware, everything's going okay. Everything's fine.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研发的疫苗使用以病毒为基础的遗传密码合成链，若是注射到肌肉顶面，就会指引人体家己的细胞复制冠状病毒的车站2倍，激发人体免疫反应对抗新冠病毒。I think it's likely that we're going to need more than one vaccine. We may need different types of vaccines for different ages, for example. 世界卫生组织讲，疫苗开发成功率一般是1成左右，对抗新冠病毒必须多方面拢做。即阵临床试验的26种疫苗有6种进入第3阶段，其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加莫德纳药厂研发疫苗进入3万人大规模实验。中国加牛津大学以无共技术生产的疫苗，也伫巴西这国家进入较小规模的最终测试。以色列国防部是宣布，旗下生物研究所上紧会在10月展开新冠病毒疫苗的人体试验。美国国家疾病加传染病研究院长福奇有称，药厂可望在明年初生产几万剂新冠病毒疫苗，明年底产量应达到10亿剂。不过，川普总统比专家更加乐观，认为在1月初3总统大选前后就会来启用疫苗，也强调这是为了百姓无关选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6号讲，疫苗必须确保全球共享，临时互富裕国家拢提起控制条例，因为剩下国家疫情若是无度改善，也影响到富裕国家的安全加经济复苏。记者宋华报道。香港日前有公布一个确诊病例，是一位对台湾登到香港50多岁妇人人，却因为在家检疫期间捌逃走出去，是经过2摆采检才确诊的。究竟是安怎感染到过来调查？不过台湾的专家认为讲，照时间来推算，真有可能是伫台湾互感染到的。有一个伫台湾北部来的50多岁女性，前日去香港入境的时阵，第一届采检是阴性，后来居家检疫期间，家己离开旅馆，去互拿查了后，第2届采检却出现阳性，感染源唔知影伫倒。针对这件代志，台大儿童病院院长黄立明表示，这个个案伫咧香港也是台湾感染的，拢有可能，啊，不过伫咧台湾致病的几率较悬。他在台湾的时间可能是可以感染时间大概是4、5天，在香港可能是3天，哦。所以两边的期间其实是差没有很多，哦，那你如果以数学来看呢，在台湾的机会就高一点点。黄立明表示，新冠病毒的潜伏期上短2天至3天，上长超12天左右。若是这个个案7月27日入境香港了后就落跑，伫咧香港感染也阁有可能。啊，不过若是检疫了2、3天才逃走出去，8月初2就确诊，潜伏期真正是伤短啊，无啥可能是伫咧香港感染。一般我们是抓3天，可能是最短的潜伏期啊。所以他可能要在进香港1、2天里面就出去，就接触到病人，那这样就比较就潜伏期就算得过去。不然的话呢，他就有可能是在台湾被感染。专家建议对个案所有接触者进行核酸甲血清检测，若是有人是阳性，得当查清楚感染源。啊，若是台湾指挥中心嘛，对个案伫咧台湾的接触者进行追查，了解敢有症状，再个评估敢是排除伫咧台湾感染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昨暗头东部的空气品质竟然比西部更较歹。环保署发现讲是日本小笠原群岛的西之岛火山弹咧喷发，喷出来火山灰也飞到台湾。华东唱国平原天顶看起来拢雾雾，气象局长伫明典初7早起伫面册指出，东部能见度怪怪，网友也拢留话提供花莲甲台东的相片。讲东部空气品质，照道理讲是台湾上好的所在。不过，初6暗头5点左右，东部地区的 PM2.5加二氧化硫一时间的浓度，却是比平常时上升6倍。夏天在东部呢，PM2.5其实浓度都相对很低的，大概10个微克每立方公尺以下。在昨天的这个火山灰影响的这个时间点呢，2.5可以高到超过60微克每立方公尺。同时段呢，二氧化硫也跟着 PM2.5的浓度一起上升。初6暗头东部地区空气品质竟然比西半部较歹，环保署也感觉真奇怪。敢一堆总结发现，是离台湾2000公里远的日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火山灰烟流飘过台湾，画面中真少的火山岩浆一直喷起来。
西之岛对6月中以来火山运动就直直发生，7月份也继续观测到火山喷发的情形。天气风险公司讲，火山灰细菌是沿着太平洋沟也未偏东风传送到台湾，不过加载流较远，所以漂流到台湾的时阵，这浓度已经加深波无遐高了。火山的喷发呢，是喷到高空中，慢慢的顺着这个大气的环流，这个是很少有的情况，因为通常在日本除非东北季风才会这样飘，那这次刚好顺着气流从比较高层的气流飘到台湾来。气象风险公司讲，山内风场会改吹南风，火山灰影响在7号就会结束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当地居民也质疑讲，秀姑峦溪的水质已经受到污染啊。白牌业者也表示讲，这水若目到无水洗，就开始涨，甚至是会起太高。因也认为讲是水头的拓扑业者把垃圾水排入去，才会造成污染。不过环保局也回应讲，水质的检验只有轻度污染尔。游客游到树林船对秀姑峦溪行过去，要来过船泛舟耍水。来到花莲旅游，泛舟是为咗游客选择的水上活动之一。不过，即阵传出秀姑峦溪水质受到污染，业者甲当地村民讲，落水了后若是无水洗脚就会涨，甚至有人出现皮肤感染甲发炎的情形。水不干净，因为我们收船的时候水是白色的，可是收船回来第2天要打船的时候，水是变黄色。亲戚他就是有1年补1季，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很去注意，他就一直想要脚就在痒嘛，就没有去注意它，然后过了1个礼拜开始蜂窝性组织炎。当地民众甲水质污染问题指向上游的拓扑养殖业，因为因头排无经过处理的废水到溪仔内底，造成环境污染，影响当地人的健康甲生活。花莲县环保局是强调，水质只有轻度污染。秀姑峦溪是中央管的河川，那环保署在每个月就在秀姑峦溪的设3个测站，包括瑞穗大桥、玉里大桥跟太平溪桥。那每个月的监测值里面可以显示到。就是如果几乎都是在轻度或稍受污染。另外，环保局也讲，若是拓扑业废水、家庭生活垃圾水、事业废水，拢可能造成水污染。连花莲中南区近前阁传出有未少大型拓扑场陆续申请禁止，民众烦恼若是通过秀姑峦溪污染会愈来愈严重。花莲县农业署讲，秀姑峦溪河川污染情形加上游拓扑业无直接关系，因为处理条例也伫制定，新设拓扑场农业设施稳准使用申请案，即阵是全面暂停。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是愈来愈激烈，对本地李美珍的论文共抄的风波，到最近立委食钱案件，拢互相爱3位候选人表态。国民党的李美珍伫透早就召开记者会，要招其他候选人做伙来一张，签一张挂保证会做清官的这个书。立委收贿案引起各界的关心，甚至烧到高雄市长补选的选战顶头。那你定也爱对方对各自立委收贿的问题讲清楚，连候选人本身甲厝内底的人的操守嘛受到关注。除了陈其迈因爸爸的贪污事件，网友嘛质疑林美珍因爸爸近前嘛有牵涉到贿选案。他的案子不是贪污啊，他没有贪污。反贪腐挺清廉应该跟模糊焦点没有关系吧？这是我们的决心。而且贪腐这件事情现在是造成社会的动荡，那我们站出来，身为高雄市长，这是最先要表态的。林美珍7号透早开记者会反贪污，会中质疑陈其迈应该对因爸爸甲党内立委拢有牵涉到搜狗案讲清楚，但陈其迈反击爱拿赢，唔通用伊助选的画面来抹黑。我从来跟这件案件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用我去替同志助选，那用这种画面的这种这个剪接，不当的连结影射，我觉得这个就是抹黑。另外一方面，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6号嘛批评民进党贪污是结构性的问题，反倒互提起过去牵涉到违法领助理费的问题。伊7号澄清助理费事件是制度的问题，针对贪污，伊认为应该要全面的检讨。这个制度上，包括司法制度，包括我们这个政府的哪些制度并没有被做好，让容许这么多贪腐的空间很大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要第2个做检讨。那你也不能说我跟他们在有啊不啊，别人有，那我们跟他讲，这个也不对，就站出来反贪污，大家一起来检验。随着补选投票日渐渐的接近，各阵营之间的战火嘛愈来愈烈。唔那是候选人，不管是团队还是亲友，若是伫这个时间点出问题，全部拢会变成对手攻击的目标。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
最近政府标案的审议委员一直有争议，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调一个专家学者名单资料库，政府若准有采购标案的时阵，就会对资料库做评选委员。不过资料库的专业度却是受到外界质疑。工程会也表示讲，要入到这个资料库委员，就要经过一套真正严格的各部会审查机制。 民进党政府祭拜和国民党指控以御用的评审委员和特定的厂商得标引发争议。而评审委员是对倒位选来？事实上，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有一个学者专家建议名单资料库，有采购标案时，对这个资料库选出评审委员来进行审查。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德成讲，每年都会更新名单，无万年资料库问题。 好像有1000多个人吧，每一年都在更新。由采购机关，它视它的标案的需要，那么来选。 根据了解，一开始遴选由各机关，包含府院、各县市政府，也是议会，也是大学推荐，经过审核通过了后，就正做资料库内底专家学者，家己交选专长。若是有政府标案，是由电脑系统随机由出评审委员推荐名单，结果由采购机关从中来选择评审委员。不过，伫这过程中也出现袂少质疑，而电脑抽选也因为过去配合的出席率悬低受到影响。最后一关的决定权要形成遵守利益回避的问题。 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入到那个评审资料库里面啊，建筑的资料库里面非常多不专业的人在里面。长期推动相关修法的前建筑改革社社长徐淦基质疑，评审委员资料库专业度不足，认为有需要改革空间，更加提出2大建议，包含必须有本科专长的效力，才法度入去资料库；若是跨领域，必须经过审查。由机关来推荐，然后我们有这个相关的部位。 组成一个小组来审查之后，才会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工程会强调，各机关依照采购案所需要专长遴选评审委员，应对资料库也是家己伫资料库外口来竞选。另外，依照规定，评审委员也是以红赛也是假后，若是甲受评单位在3年内包有头家辛劳也是委任者关系，不应该参与评选。记者综合报道。 大学入学考试伫今仔透早放榜啊！今年的录取率是91.14%，是这3年来上界悬的。另外，今年招无满的有51个名额，是这10年来上界低。国分会也表示讲，因为大部分招无满的名额，拢伫咧调工学院，但调工也已经停止招生啊，才会减到51个人。 今年大学考试日学分发总共有62校，1881个系组参加招生，完成志愿登记的36781个人，录取33521个人，录取率是91.14%。原额的部分呢，没有降低很多，可是我们填的人的招生的这个数目是减少了，所以你才会发现整个的那个录取率呢，它是没有再有一个往下降，而是往上提高到91多的%。 录取率提悬是3年以来上悬的，全国上侪岁甲上少年的录取者分别是70岁甲16岁，总共有3260个人无调，嘛比去年减一半。今年有8间学校出现欠业，总共51个人，全部拢是音乐系，欠业是这10年以来上少的，而且嘛比去年287个人搁较少。主要原因是因为调工管理学院已经停止招生。这样的部分，它就直接就占掉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可能也包括着我们在其实很多学校透过不同的我们这个考试分发的管道来进行他们的一些招生。今年指考来登考的考生比例嘛是创新高，是21.41%。登考学生总共录出7177个人，嘛是最近5年以来上悬的。不过考分嘛是以本届毕业生录取率也各有9%，认为讲无明显的影响。若是今年考试分发占所有日学管道的31.48%，比去年的32.53%搁较低。考分会讲，最近这几年拢维持3成外，因为教育部受到家长表达，考分维持一定比例的进程，应该维持伫咧3-4成。记者综合报道。 富人人若准有身大名出门在外是真无方便。不过台湾现有的制度，互有身的妇女5天的产检假，若准做红婿要陪太太去做产检，敢若会当甲公司请假而已。另外，伫今仔日透早，各党派的立委拢认为讲爱修法，互红婿会当有5天，而且是有薪水的陪伴产检假。
平常时时间，有新的富人人去虎山科诊所产检，除非先生有向头家车事假，或者是排定退休假，若无，太太甘愿家己去。有时候就是他不能排休的时候，就只能自己来，要自己请年假去陪检。即摆性别工作平等法。保障有新富人人有5天的产检假，生囡仔出世了后，太太要8礼拜产假，配偶是有5天的陪产假，毋过囡仔出世进前陪产检假1天也拢无，请事假会扣薪水，退休假也真宝贵。王先生陪伴产检拢爱真详细算，妇女薪资基金会主张台湾应该修法，互配偶也有5天有薪水陪产检假。朝野各党派立委都有人表态支持修法。实际要去产检，除了例行性，还有很多可能突发的状况是需要去检查的，绝对不下5次。个人的角度，我们一定会大力的支持。那我们也会来游说更多其他的委员一起支持。今天就特别请特休，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对，就一方面也是鼓励民众生产的。民间团体认为，劳工有陪产检假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度，因为劳动部2019年的研究问卷显示，有92.62%的劳工拢赞成政策。企业头家各高达97.78%赞成，一位呼吁劳动部也要积极提出家己的修法版本，也鼓励先生在孕产的过程中爱参加，也对以后家庭养育分工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学有一位查某学生日前甲爬山社团做伙去南投爬山，却不幸摔落去山坎过往。伊的家属也决定讲，伫伊生日迄天捐100万，伫咧学校内面设一个爬山相关的教育基金，呼吁政府各界就要重视山区的安全教育。听得出伊讲的话也阁真唔甘，毋过决定要甲悲伤转做力量，不爱互查囝白白牺牲。台北大学家长甲公差伫咧查囝敢文有8月初7生日即天捐100万，成立台北大学8月星空山岳教育基金，呼吁政府各界拢会当加注重一寡山岳安全教育。那看到了社员们留下的记录，我看了那一幕，其实我看一次我就不敢再看下去，我心里面那个解放下。因为我想说，如果那天天气不好硬上山，如果那天是有其他同学同行者妨碍到他，让他产生这样的不幸，那我该怎么办？我要跟学校站在对立面吗？面对那样的悲痛，心里面实在是有点，真的是觉得不能接受。可是不能接受又能怎么办？总不能一直沉浸在那一份悲伤当中。后来发现，唯有你自己转念吧。就伫咧今年5月16日，北大学生甘文武甲登山社的同学做伙去南投的碧绿山，所无细日摔落去山坎离开世间，受起查囝意外发生要到3个月。甘爸爸家己讲，其实无像外界看到遐尔坚强，所嘛因为体会到人生无常，决定讲要查囝少年的性命，加发挥一寡影响力，互未来介意爬山的学生有更较完善的装备甲教育，而且嘛会当互产业链专业化的发展更较健全。当然，减学妹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登山活动一直都是有意外跟风险常伴在我们的活动当中，我们也会想到有这样的风险，所以我们会平安的回家。最后还是要再感谢一次简爸爸、简妈妈对于这样的基金的使用，也去鼓励他们去参加。为着确保这条教育基金会当延续运用。加做长久的保护网，这项基金是以股票转会方式来管，由北大校方来订定相关办法，来强化学生山岳的教育，避免这种危险的代志，搁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日前，伫咧台东的海端乡有找到一只去互陷阱夹着伤的乌熊捕，经过着台东林管处甲滨科大团队用心照顾，复原的情形也真顺利。伫初7的透早拍蒲光的时阵，就甲这只乌熊捕野放啊，互伊登到大自然。伫乌熊捕的身躯顶要装追踪器，会当记录着伊的活动范围。屏东科技大学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的照护团队，初6搁详细检查这只乌熊猫的健康状况。因为熊猫倒边的前脚去有陷阱套掉的，所以甲3支镜头啊切掉，兽医特别检查伊的空喙复原的情形，确定空喙已经好啊。而且经过3个月以来的观察，这只熊猫的活动力真好，确定会当互熊猫搁转去森林。初7透早，台东林管处组直升机，甲这只乌熊猫再去中央山脉野放，再去7点外降落伫咧一个林地，甲笼仔拍互开。乌熊猫真细致，甲4颗梨仔的环境看看咧，才豆豆啊加入去森林。
经过我们的评估啊，专家的评估，还有兽医师的评估呢，它已经具有可以野外活动跟谋生的能力啊。台东林管处伫即只乌熊猫的阿妈棍挂卫星发布器，至少会当追踪半年的时间，收集伊伫咧森林内底活动的脚印，进行生态分析。即届是台东林管处第2届成功野放台湾乌熊，第1只是今年5月份野放的公园乌熊仔囝穆拉斯，嘛是熊猫。到即嘛也是会当追踪到伊活动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的文史专家曾永明第77别世啊，享受79岁。曾永明1982年伫中国时报写专栏台湾第一，用系统性的方式整理着台湾本土文化，也得到台湾第一的称号。伊的家属也表示讲，会按照曾永明甲伊的感性的作风，办一个真简单的对书会。如何在整个人行步道里面铺上了很多台语歌谣的这些经典的字句，那人家走路一边走一边哼就蛮有意思。去年伫咧粉砖邀请大家去大稻埕听音乐会，台湾文史专家曾永明77过身，食到79岁，互文团是真唔甘。曾永明在生去互公认是台湾民间史料收藏上界丰富的研究者之一。1982年，伊伫咧中国时报写专栏台湾第一。真有系统性整理出台湾本土文化，对历史是真有研究，所以去封做是台湾第一。阮兄弟吼，较早读的学校拢算袂歹啦，所以讲厝边个大家若要考初中，要考高中，大家拢来问阮老讲要哪填志愿，啊，但是阮老是都唔捌字的啦。曾永明拍拼研究台湾文史的资料，著作有50多本，包括台湾第一、台北老街、台湾医疗史等等，拢是伊经典的作品。因若伊的祖厝大稻埕千秋街店头，互任命做市定古迹。曾永明过去捌几啊届亲身导览，带游客加入大稻埕，回忆老街演过繁华的模样。作家陈鸿明过去捌甲曾永明做伙做工课，学了伊是台湾民间的百科全书，见证台北为农村时代走向智慧甲现代化的城市。从台北市的记忆来看，它大概就是一个图书馆，它本身就是一个图书馆，几乎就是百科全书了。他是这样的人。曾永明一世人投入台湾文史的传承，家属表示会照曾永明惯势简单的作风，敢若举行家祭，了后会以追思会或者是音乐会形式来纪念伊。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旧历的6月18，也是知府王爷的生日。基隆协安宫有一项真特殊的王爷游港海上绕境宗教仪式，是对外木山港出发，驶基隆港、基隆市、往金山、红港等等的港口，再个驶渡登去。而且这个游港的活动也超过100年啊，有祈求丰收平安的意思。咱也对着王爷公出巡的脚步，做伙来行这条东北角上界水的海上路程。江边烟火放袂停，特别20只船啊，伫咧港喙围做圆箍啊，船只头尾相连，陆转驶3轮向沿路的港口一一抵意。旧历6月18，知府王爷生是基隆协安宫一年一度王爷游港巡视港口的海上绕境活动。基隆这块地啊，讨海人王爷信仰真兴旺，海上游港已经传承有100年的历史。出去哦，王爷会保庇哦，大家出海得平安啦，大家会当掠到鱼安尼啦。透早7点左右，王船先上船，王爷等等新船嘛陆续登船。对外木山港出发，渔船伫南石海顶一日排开，气势十足。一路往基隆港等等渔港，再个驶过基隆起啦，到金山红港，有当地渔船驶出来放炮啊迎接，显示渔民之间的情谊。派船啊出来迎接，搁放炮啊迎接安尼，足闹热的真好，表示讲阮今年要大丰收。王爷信仰吼是咱台湾的民间信仰内底吼上界本土化吼上界有代表性的，这个王爷公的信仰的伊同时阵都有真深的这种台湾历史吼的这个缩影伫遐吼。这里新式的海上绕境活动，互基隆市府看到一条海岸线，为海顶起嘛有真好的观光潜力。一天有超过200名游客坐观光渔船对王爷出巡。就是既有美景，然后又会感受到虔诚的信仰文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行程跟体验。4点钟大台王爷游港行程，连接基隆东北角侪港口，才有宗教信仰、自然景观，还有好食物。对王爷出巡的脚步，来行这条东北角上水的海上观光路线，体验渔民wat海食青、靠天食饭的生活。记者尤维珍、林坤明基隆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伫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6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英国来去游花园。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这阵天气还阁真热，不过对这块来讲，秋天已经准备开始啊。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立秋。立秋汉字写作立秋，罗马字写作罗一立。此有秋，立第8条，秋第1条。立秋大约伫新历的8月初7到初9迄卡斗，就是我上介意的秋天，特别开始的意思。立秋了后，若有落雨，天气就会变较凉、较爽快。有一个观众朋友咧问讲，是安怎生的我算啥物拢遮准？那是因为古早人有留落来真济为这块来有迹农作物收成的经验，我就甲学起来啊。像讲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就是咧讲立秋迄天，若好天就会有好收成，农事万项会顺利。若是立秋听到单位讲猛冬，也就是第2期的作。收成就会较歹，所以才会讲雷拍秋，冬半收。咱嘛会当看立秋是伫今年农历的几月份来预测海冬收成的情形。俗语讲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就是咧讲立秋若伫农历6月，讨海人就讨较无食，快溜溜就是渔民作业的时间会较早结束。哎呦，怕紧啦，无要紧啦，好啦好啦。若立秋伫7月，天气会较稳定，海冬就会有好收成，会大收。秋后游就是渔民收入会较好的意思。若要讲好食、好佚佗的，立秋是灵应到实的季节，嘛是金针花开的时阵。咱台湾看金针花上有名的所在，就是花莲台东遐满山坪的金黄色花蕊，真正有够水。立秋，立秋前一日，农夫不用力，雷拍秋，冬半收。6月秋快溜溜，7月秋秋后游。立秋食灵应，赏花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